講到這中東戰爭造成國際油價攏佇咧起懸，交通部民航局在今仔日證實，這國際航空燃油附加費確定要起啊！這底度的呢，對美金的17塊半要調懸到45塊，大約是台票1004塊；那長度的呢是起到美金117塊，大約是台票3700。若講到這國內線的航班呢，逐條航線差不多是起台票97塊。若外島的居民呢，會用這民航作業基金吸收，按算4月初7開始實行。前面這連假日要到機場有真濟旅客準備出國旅遊，不過因為中東戰事影響，全球油價大起，已經有不少航空公司宣布要調懸燃油附加費，未來買機票會變貴，讓不少旅客花季再袂掉。肯定的，尤其是我們在兩岸跑嘛，像我3天前回來，機票已經漲到了單程2750了。希望政府說有隨着油價來降低，回歸到基本的那個價錢。我們近期也都已經提出了申請，那或許會在4月初會有一波正式的公告跟調漲。那希望這個旅客各方面大家能夠共體時艱。自昨晚歐洲航空、紐西蘭航空等早2、3月中都調懸過航班票價，起價幅度差不多2至3成。國泰航空嘛，為4月開始調懸燃油附加費，以長程航線做例，調懸到美金200塊，差不多台票6300。有立委關心國際航空的燃油附加費是不是原來調懸？目前為止有沒有針對燃油附加費，我們國際航空要調漲的一個規劃？那要看它原本的票價，假設3萬塊，那它以長程來講的話是調整45.5塊美金。交通部民航局證實，國際航空燃油附加費嘛要調懸，低程航線每人調懸到45美金，差不多台票1440；長程航線調懸到117美金，差不多台票3700。一定4月初7開始有效。若是國內線機票，預估每一條航線平均調懸台票97塊。我們計算出來的話，大概就是每條航線會不一樣啊，大概是平均大概是97塊錢。民航局講，國內線部分針對離島居民，會由民航作業基金吸收，也已經請航空公司應該以適當的方式公布相關資訊，讓旅客、旅行社、貨物託運人、甲貨主知影，先前公告責任，減少消費的糾紛。記者採訪報道。